好，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文通信读册会第38回。我是鸟豆狗，甲我做伙主持的小甲阿明。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举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毋望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前37回读册会的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感谢暗公者有甲咱斗起这个网站，佮有阿明、小甲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更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文通信这本册，甲前37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仔收听，搁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搭伫空间顶面，请大家去网站看卖。这礼拜竞选的文章第一篇，Republic of China 伫美国崩壁。作者是杨淑定先輩，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月刊406页，线顶40期第12页。第二篇两个运动的结合，作者是陈瑞先輩，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月刊406页，线顶43期第5页。第三篇30档月刊回应，搁看两个运动的结合，作者同款是陈瑞先輩。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月刊407页，无线顶。若有要做伙来读册的人，会使请麦哦，欢迎来到顶读册。头一篇我先来。3月初3的早起，我甲阮爸母拢不遮紧张，因为我要找因去社会福利局申请老人福利甲医疗保险的代志。当阮准时伫11:30到社会福利局，因为有事先约好，所以真紧就有一位差不多40外岁的白人太太 Mrs. Gleason 带阮入去办公室，要甲伊面谈。大家拢知，美国近来景气无偌好，对移民来美国的人嘛无像以前遐尼欢迎。若是外国老人要来申请福利，拢会加减问东问西。加在我的妈妈已经有绿卡10外冬啊，嘛定定住伫美国，所以讲起来算是真顺势。当 Mrs. Gleason 在审查阮妈妈的逐项物件时，才发现欠一份出生证明，所以特别看护照面顶的出生地 birthplace。伫即时阵，伊用怀疑的口气问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然后才来问 Where does your mom come from？ 你的妈妈对倒位来？我回答 Taiwan 台湾。了后，伊面色无啥好看，甲我问 Since this January, the law has already changed. You should use Taiwan. Why is it Republic of China？自从今年正月开始，法律已经规定爱用台湾，是安怎？这是写中华民国。伊突然问即个问题，互我煞熊熊毋知要安怎回答。经过5秒钟的踌躇，我只好回答 ：This passport was given by Taiwan's government in this February. They keep using Republic of China. Nothing I can do about it. 这本护照是台湾的政府伫今年2月发的，因要继续用中华民国，我嘛无法度。听我的回答以后，伊一面摇头一面讲 ，really confusing， 真正傻无。我小停一下，敢有人要继续读？啊，若无今仔日的文章无讲足长的，我只甲伊读煞，安尼其他人都无迄款参与感安尼。无先到这，感谢小甲。好，感谢。小甲读到这，大家敢有啥物问题？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有一个所在。啥？
就是迄、个，就是头前英语了有一个自从今年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后壁迄个挂号内底，从今年正过啊，主要是有甲读做正过对无？正过。对。遐读做正过，好，感谢。无问题，以上。感谢阿明，感觉有。好，那么感谢小家读了足好。安尼第一篇伊阁有两趴，敢有想要来甲咱做伙读？我来。好，感谢暗公讲。虽然过去捌听人讲，请连牌护照伫国外无啥好用，但是当我头一摆亲身拄着互外国人来更替家己的国名时，即种滋味实在无偌好。毋过反过来想，心内嘛有一种欢喜的感觉，迄就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外人已经安尼在看咱，我会使搁较坚持，搁较有信心讲，我是台湾人，毋是中国人。最后，我要呼吁大家，除非你想要做假拜，你想要做假拜的中国人，若无以后，当美国人问你是啥物人时，你就爱回答台湾人。因为别人已经将台湾甲中国分甲清清楚楚，请你毋通家己分袂清楚，糊涂一世人。以上。感谢暗公教。暗公教甲咱读即两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拄则暗公教有甲迄个假包读个假牌，是感觉讲这字是拍毋对去，还是安怎？我要问迄个请教迄个暗公教。我看毋对伊。你无讲，我无发现，我看毋对。哎呦，就这词是有诶啦，伊意思假包的意思就是讲伊仿诶安尼，甲大家小解者。以上。感谢阿明。好，感觉有。那么感谢大家第一篇读了啊，时间就是遮尔紧，啊，咧20分钟咱已经甲一篇读了啊。第二篇伊才3趴尔呢，敢有人要读？敢有人要来甲咱做伙读？咱会当邀请迄个阿秋姐还是永安，敢有方便？阿秋、永安还是拢是敢有人要读？因为今仔日诶文章较短，恁来诶时阵已经一篇读了啊。我已经叫3篇啊，毋过3篇，因为较短。姊若敢有要试看觅，头一回交麦对无？好啊，会使开始啊。两个运动的结合，单雷。第一届北美洲台语文夏令会，事实是未开始就已经成功啊。因为经过一个语文运动以后，的重要团体来主办大会，这也是破例的第一摆。这个会的举行，互真侪台湾运动者这几年以来藏伫心内的疑问感，做一个拍破消除器，受到真大的鼓励。咱的台语文运动，按几年前点一拍细拍欢乐会的作用开始，即马已经有一支大基叉导火起来，大家深深感觉有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参加甲领导，台语文即拍会会真紧愈倒愈严，变做台湾新文化建设的一个大力量。但是这毋若是一个新文化的建设力量，也是新政治建设的力量。因为伫台湾人追求独立建国的过程，有主权的新政治甲有主体的新文化是分袂开的，是咱当时追求的目标。
政治运动甲文化运动是做一伙奋斗的工具甲内容。台湾人独立建国，在政治运动紧慢碰到民主自主的文化运动，这两条路相拄是袂当避免的。伫目前的阶段，独立运动渐渐成熟，独立运动组织若无融合文化运动，真紧就会互群众越过，失去伊领导群众的地位甲力量。参加第一届北美洲台语文夏令会转来了后，我一直在想，也在少年，伫即摆大会中间，有熟悉真侪献心的工作者朋友，有学到足侪代志，有体开新的眼界。台语文运动按即个会开始，踏入一个新阶段。伊的运动层面第一摆得到突出性的扩大，同时即个会也会使讲是独立建国联盟搁一个新工作阶段的开始，因为伫遮政治运动甲文化运动的力量相拄结做一伙，安尼咱台湾人独立建国兼民族自主的工课，就有一个真健全的基础啊。以上。感谢君啊，读了真好，写真好听呢。多谢。君第几啊？要等我先查册。406加407。感谢。好，安尼感谢君啊，甲咱读的这3趴。这3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我有2个所在要和大家讨论。第一个所在是迄个拄则君啊读的第一趴这第2节的部分啊。这也是破例第一摆，君啊是读破例，这应该是无毋对。毋过我家己个人的习惯是，我是读破例，毋知影大家会安怎读。这是第一趴的部分，过来就是第2趴的部分，有一个融合，无融合文化运动。迄个我头先咧想讲，这敢会是拍毋着字啦，写毋着字安尼。落尾去甲查，这改成是一个华语词啦。华语有这个融合啦，就是扬起的这个融啊。所以这个君啊读融合嘛，应该是无顶当。毋过融合这个词伫咧台语，我找台语的网站就无照做着安尼。这是以上。好，感谢阿扁。多谢。感觉有无吼？好，安尼感谢阿扁，感谢君啊。安尼咱读第3篇啊。哇，感觉进度足紧。第3篇就是同款是陈瑞先摆写，伊就是回应拄则迄篇。即篇是写8月字，伫咧台文通信407页。敢有人要来甲咱做伙读？你要读偌长拢会使，1趴2趴拢会使。好，我来读。好，感谢永安。30档特刊回应，我看2个运动的结合单位 TBTS 73期1995年，这篇文章内底有讲，台湾独立建国的政治运动紧慢碰着民族自主的文化运动，这2条路相互是袂当避免的。即卖
46天后，咱搁来看即两条脱离被实名的路行了安怎？政治方面，台湾已经民主化，但是实名者中华民国的体制原在文化方面，台湾犹原是中国文化的殖民地，而且程度搁较侵略彻底。台湾人的语言文化互中国文化压制，甲袂喘气，强要无去。这真明显表示，单单政治民主化无法度保证会当改变文化被实名的地位，搁较显示两个运动结合的必要。好，我读到这。好，感谢永安。永安甲咱读的这两趴，大概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我有一句想要请问大家安怎读，就是第一段，第一趴的第三段即两条路相遇，这个相遇，我感觉我即句读无顺。哦，阿明，嘿，要叫我读一摆哦。嘿啊，嘿，好啊。好，好，即两条路相遇是袂当避免的。迄个相遇的句，我会读分调。你的问题敢是相遇迄两字？对，即个相遇敢是相拄着的意思？我想应该就是啊，无毋对。哦，好，多谢。拄好讲着即句，我顺续讲者，就是伊这单位老师后壁，伊是写避免啦吼，啊毋过咱会当甲改过来改讲避免啦。以上简单补充。感谢阿明。歹势，阿明你讲避免伫倒位？无，我讲单位老师伊是写避免，即句话是写上尾有无？即两条路相遇是袂当避免的。哦，所以你感觉改做避免较顺了？伊迄是一个咱惯势安尼讲避免啦。毋过因为单位老师伊是写避免，咱就甲读避免。毋过咱会当改讲另外一个词号做避免安尼啊。感谢阿明。安中记。第二趴的1、2、3、4、5、6第6段吼，其实第5段甲第6段，台湾人的语言文化互中国文化压制甲袂喘气。迄个3压制制爱3个变，而且我会读变调，压制甲好以上。好，感谢梁记。感觉有？那无感谢永安。安尼开始第3趴，敢有人要来甲咱做伙读？我报名。1995年以来，政治运动者的认知有真大的改变，亲像1994到95年代，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机关，接歹了。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机关报、台湾公论报、说台语皇帝、台文社论、大部分名员大部分名员反对，即马大部分已经支持台语文。联盟甲基进党成员每2礼拜必须
台语课学讲、写，另外伫聚会、国会、立法院嘛有用台语。即阵会使讲，即马伫台湾政治甲语文，台湾的政治甲语文运动的两条路已经相距，2018年政治国家语言平等发展法检采会使讲是两条路相碰的十字路口。20冬以来，咱结束官位独裁，完成民主化。毋久，中华民国的体制还得殖民台湾，台湾人的语言文化还伫被新民的，敢是被新民啊？被新民的权威被新民的权，这应该是写毋对，被新民的权威时代，这应该是上大的转型正义的课题。伫即方面，咱搁较需要文化运动结合民主制度的政治力量。以上。好，感谢梁姊。梁姊甲咱读即3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我较拄仔26冬迄趴的第3节应该是被新民吼，遐是毋是变新民？搁有迄个你读的第1趴，就是原来第3趴的第4节，你感觉怪怪遐，就是大部分缅源嘛。我感觉伊可能是拍毋对，应该是先源。看意思啊，应该是大部分的先源反对，即马大部分已经支持台语文。你若读缅源，就毋知影是啥物意思。缅源迄感觉上，你若想华语对无？同名的成员。但是迄是华语式的。嘛有可能是讲联名的成员啊。有可能。嘿。联名的成员，缅源安尼。我要补充一字吼，就是第3趴为后壁算起来第3节，2018年的制定，拄则梁姊敢若读政治哦，我毋知我听袂记啊。好。感谢。搁有第4趴下骹算起来第4节，即字啊，这应该。对，一般我知影大家拢是惯势讲应该啦，毋过伊这写第1条，所以可能爱头前迄字变第4条。应该，若是照伊字面安尼来读，就是应该安尼。好，以上。感谢小嘉。歹势，迄个应该啊，这台字段书顶有收应该，这两字。这两字拢有，嘿对。毋过一般是我听应该会较济，应该嘛是有，对，就是因为伊写的是应该，咱就该读应该，嘿。我毋是讲伊毋对啦，是讲伊写的是第1条安尼。以上。这敢是就是后来较济人拢读应该，因为若是查字查书顶，大部分拢是应该。可能即马大家拢讲应该，我得用敢是安尼。因为这是台语两个音拢有收，你若是迄个，大家可能念毋对去，比如讲网络甲网络即个，伫教育部内底伊会有收一个叫做熟念作啊，就是大家拢安尼读，你听有，毋过其实是读毋对去。毋过因为台语是较早迄个，伊两个音拢有收，就可能
这两个音拢有人在讲，我感觉是安尼啦。好，但是安尼咱迄个习惯会无共安尼。啊，我无听无清楚，你搁讲一摆。我讲就是逐个惯势逐块无共安尼，迄个字。嘿，嘿，感谢阿明。安尼咱三篇读了啊。哦，拄则阿明有讲到迄个第二篇啊，第二篇迄个第二章，也是破例第一摆。我嘛是读破例，我拄则就安尼转过啊，我就袂记啊。后来才想着，嘿，阿明是讲破例还是破例？我是读破例，嘿，我的习惯讲破例，毋知大家安怎会安怎讲？请教大家会安怎读？我是读破例啦。我甲君仔共款是读破例。我讲破例。哦，安尼量字甲迄个阿明共款。但是一个较抽象，一个较具体。因为我想着迄个诚紧弄破碗，就是碗破去，破坏啥物物件。我是安尼思考。哦，安尼诚趣味哦，敢是？我感觉嘛有可能哦。伊安尼讲起来，就甲迄个军人甲军人共款意思。咱就拢会习惯讲军人啦。毋过小佳是讲军，我袂记小佳是讲啥？我袂记啊，记着写着讲啥？军人。敢若拢有听过吼，这就是习惯性的读法。好，咱三篇读了，嘿，应该是破咱读册会上紧的记录。三篇读了，大家有倒一篇要提出来讨论，还是有啥物感想，还是你有啥物话题要讨论，拢会使。我最近是感觉讲，就是读全白话字的文章啊，我的音较袂读毋着。就是我较知影每一字伊较正确的发音是啥。毋过若是读汉字，就是有一款汉字我毋知迄音我就会读毋着。你有当时若一篇汉字，我嘛安尼，若一篇较长的汉字的，我音常常拢会错去，还是讲你足习惯，你可能着互华语影响还安怎，迄字就会读毋着去吼。安尼永安是较爱读白话字，还是你感觉汉字较好读？我感觉就是，若是要斟酌迄发音的正确性，就是我感觉我家己较需要读白话字。毋过因为以前拢是看中国字啊，所以就是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对迄个中国字会就是第一，应该是讲，就是我也是较惯势看中国字，读迄个白话字的速度是较慢。咱逐个应该拢差不多是安尼啊，可能爱练到一个程度，才有法度讲较紧，还是讲甲看汉字的速度变紧安尼，这可能就是爱练习。嘿啊，毋过就是在生活当中汉字出现的迄个比例实在是伤悬。就是随时拢会看。这是无法度的代志。所以参加读册会就有即个好处，就是会当甲逐个练习。你嘛会发现讲有无共的腔口，逐个读法会无共，阁有人安尼读安尼。咱三篇读了后，大家敢有啥物要讨论？咱今仔日读册会还未11点就结束安尼。我是照迄个大本通信的迄个顺序安尼行的啊。我就想讲较短，已经行3篇，若行4篇就可能伤长。结果无想着讲较短，毋过较紧结束嘛无要紧啊。毋过若要开讲嘛真好哦。
领导，你有啥物话题无？无，真歹势。无我来分享一个好。好，我今仔暗时坐迄个 Uber，就是因为我甲我男朋友去迄落托派，托派买册，就无正暗顿，就讲就是叫Uber 转来迄个转厝啊，啊着因为在迄个车顶，阮着拢在讲台语，啊，迄少年司机，伊就感觉足好现，就想讲，哪会少年人哪会就是对话拢讲台语啊？怀疑阮就是家己讲，就是在生活当中尽量拢讲台语，即件代志是就是有一群人拢在安尼做啊。结果迄个司机就开始讲，其实伊家己细汉就是迄种南部迄种庄脚囡仔，啊，其实伊拢听有，啊，毋过伫迄个专程对话诶就是阮在对话诶时阵啊，伊大部分拢是用华语在甲阮开讲，啊，毋过伊是听有台语诶，后来我就感觉即件代志足趣味，就是伊是听有啊嘛，应该嘛是会晓讲。啊，毋过伊就是无想要讲，嘿啊，伊一我是句拢无，感觉即个现象真趣味。伊一句拢无讲哦。伊就是大部分用华语，啊，毋过会咱一款台语安尼。啊，毋过我感觉伊应该是会晓讲，因为伊讲伊细汉就是伫庄脚大汉，啊，读书诶时阵嘛有互老师处罚，就是伊着讲台语啊，互老师敢若是，就是伊台顶有就是骂伊啊是啥物，所以伊就是有迄个无好诶记忆。啊，感觉讲台语诶人拢就是迄种罗马啊，是啥，就是有迄种印象。哦，你听伊讲台语诶开口敢会，因为我感觉无讲台语诶人，呾开始讲伊诶腔口会怪怪，就是会袂认得。毋过其实讲久就会较顺。我感觉是有在讲，我无咧讲。我听伊讲几句，我是感觉伊是会晓讲，就是我听袂感觉怪怪，嘿啊，啊只是伊着敢若无想要讲。哦，对啊，其实伫迄个生活当中嘛是常常会拄着，就是我用台语买物件啊，对方就用华语来甲我回。啊，有时阵我嘛是会受对方影响，我就转做华语。对啊，我是有时阵就是，若是感觉对方足强势，我就会自然转做华语。我感觉就是心理上会感觉怪怪。小可拄则要讲啥？阿秋。歹势，我是讲，迄个人讲伊感觉什物讲台语拢是什么罗马啥，这你讲啊，伊细汉就有听人伫讲台语啊，就是讲因兜就伫讲台语，啊无敢讲因兜诶人是罗马，就是啊，你厝内诶人就你讲啊，啊无遐人，因厝内诶人是啥物人啊，就奇怪。这可能是咱互洗脑去后来印象啊。小可拄则要讲啥？啊，无啦，我就要回应应云安拄则讲诶迄个故事迄个例吼，我是想讲，迄位司机先生可能是伊无迄个环境通互伊讲啊，啊若是算讲有人甲伊加讲，我相信伊要捡倒来嘛是比一般袂晓讲诶人搁较紧啊。啊是其实即马台湾即个人甲伊即款状况足相像嘛足济。就是讲，你已经无迄个台语诶环境啊，啊，你若是常常有人甲你讲台语，其实你拢听有，啊，毋过你就真歹开喙。其实我搭开始伫咧网络甲人讲台语诶时阵，我嘛是会惊，你知无？因为我惊讲我会讲毋着，就是较毋敢讲话，就先听嘛，先听人讲了后，我才开始家己开喙讲。这是需要一点仔时间啦。因为
迄个司机应该会当讲是过客，无可能讲你过去甲伊讲啥物有闲咱来加讲台语无，这是无可能。啊，毋过至少咱会使为咱的生活中咱拄着的人，吼，有较食得见面的人，还是咧开讲的人，为咱遮开始做起啊，嘿啊，啊，渐渐的拢会去摊开啦，会去影响着身躯边的人。啊，你若是有法度影响一个人，啊，迄个人佫去影响后一个人，安尼这就会，咱这个讲台语的族群就会愈来愈大啊。嘿，这是我的想法，以上。嘿，我赞成小可的讲法，毋过我拄着的甲因安尼拄好无共款。我是坐客人车，因为我打开始我是讲中国话，然后我感觉伊的腔口怪怪，然后我就开始讲台语，我讲台语的时阵，伊就足欢喜的，伊就颠倒甲我讲台语，我就甲伊问讲，你会晓讲台语哦？伊就讲我台语偌好咧，伊就真正台语真好，毋过就是因为伊讲伊嘛是庄脚囡仔，伊是安尼讲嘛，毋知为啥物爱强调讲拢是庄脚囡仔。伊讲因为伊是庄脚囡仔，毋过伊讲伊来台北足久啊，开毋是开驶计程车足久啊，毋过可能伊拄着的人客拢是参与讲中国话，所以领导，找落去。你要紧无？好，惊着。好，来继续。我袂记，我讲到倒我真正有会啊，我真正是足害。迄个司机讲为南部来台北，拢是咧讲华语的，较无咧讲台语，就开讲起来啊。嘿，然后阮就开始用台语开讲，所以我感觉可能就是北部的环境啊，伊拄着的人客，所以伊才会较接讲中国话安尼。其实伊台语是诚好，伊佫会记伫啊。我就甲伊问讲，你伫厝敢有参与伊的囡仔？因为伊的年岁可能比我较大一end，安尼伊的囡仔就可能甲我年岁无讲差足济。我就甲伊问讲，伊敢有参伊的囡仔伫讲台语？伊讲伊嘛是有，所以咱讲台语的族群，我感觉咱讲台语到咱即下呢，准讲真正无讲要捡倒来，可能是无困难啦。毋过我感觉若是学台文的人，就真正足少。我今仔日佫看到一位推友，较早有咧对哦，就是可能较早。我较早可能较看政治的文较早可能一寡议题是，我会记是互相有开讲的，我感觉迄个人诚好呢。毋过我今仔日我是无看到伊参人安怎讲，我敢若看到伊讲是安怎会晓讲台语的人，一定爱会晓罗马字。我今仔日看到伊安尼发文，其实我是有惊一跳的啦，因为我之前无感觉伊是有即种反应的人。所以看到就看到啊，要学的人就学，无爱学的人嘛无法度。因为伊佫发文，伊就是佫发一个文讲一个笑话互逐个听啦。听讲爱会晓台语才讲会好，大概类似安尼有诶。我看到是感觉较艰苦，所以我就无甲伊应啦。无进前迄个推友，我是感觉可能进前讲政治就无安尼无感觉。毋过我感觉若是甲咱学的台文加入去，就讲咱台语是有字的，有足侪讲台语的人是反对的。可能咱就爱亲像小可讲的，为咱家己做起啊，传互后一代。后一代若会晓，可能就无即个问题。亲像阿明这少年，台语讲了比我较好，足气安尼的。我敢有算后一代。有啦，你若甲我比起来，你会当算后一代无？毋对。你知死啊你！
袂得煮啊，加点，见死讨宝剑咧你。系啊，该拍。嘿，你看，那安尼，其实你看阿明台语讲遮好，虽然比咱较少年诶，会较台语嘛讲了袂歹啊，咱熟悉诶人，其实少年诶台语讲遮好诶嘛是有真济啦，啊，而且总讲是咱即下呢台语好诶人嘛是有诚济，而且伊嘛足热情要传落去，嘛愿意共教，啊嘛足济人伫教册，嘛足济人参加读册会，逐个考诶，结果拢会发现讲，其实逐个是有熟悉诶。亲像阿秋即满安尼教册，对吧？两字嘛是，阮是无识字诶，你是无说无识字走去教册。啊？总讲无说你嘛是咧教，毋过我拢规日都是甲伊当做敢若伫甲囡仔开讲啊，都是有当时啊甲伊拍拉梁。我过来分享一下做有趣诶代志。啊好，今仔日啊，阮校迄个一个组长甲我讲吼，讲叫我迄个教师日志啊，叫我讲爱签迄个中国字。伊讲主计讲迄有关领钱诶，嘿啊，若讲着即个钱项，伊若要甲你拄，敢若嘛是无答话诶呢。伊若甲阵啦，伊若摕迄甲你讲，啊你人要签名，啊你无照你诶身份证，安尼我煞毋知要安怎交伊吐。所以我今日足有趣，我今日课拢袂瘾签，是讲将期尾啊嘛是爱搁补签。我伫咧想讲，毋知要安怎讲。你两种拢签？两种拢签吼。敢若嘛是一个袂歹诶方法。是讲伊讲爱签，你若像选举啊，选举会讲爱交身份证顶悬共诶。咱伫时代当去改迄个罗马字啊。来小家听讲。好，歹势，我拄则想要请教梁志，就是讲，你讲迄签名，其实敢有可能伊毋是签名，伊是爱你写你诶名，就是甲身份证顶悬共款诶。因为若是讲你甲你诶名写出来，主要是讲是要汇款还是安怎诶？这当然啊，都是一定爱甲身份证顶悬写诶是共款诶。这就亲像你若是咧办啥物物件诶时阵，总是袂使讲写办啥物证件诶时阵，袂使讲你写物件是甲你身份证顶悬无共诶嘛。所以我诶意思是讲，若准讲你迄个你要填诶物件是要写物件是讲，其实迄毋是签名，迄是只是爱写你诶名诶时阵，你可能即马嘛无别个选项，就是爱写你诶迄个中文诶名。啊，若是有真正有迄款爱签收诶，吼，就是讲签名迄款无啥物，要安怎讲？就是签收诶物件，你当然会使写白话字啊。吼，这是我诶。签收迄当然咯。你若像讲，我去迄个去邮局汇款，像即摆去报迄个成大迄个白话字认证嘛，伊顶悬有迄个联络地址嘛，联络地址啊，搁迄个名，我拢甲写白话字啊。啊，去邮局诶时阵，伊嘛无讲安怎，邮局无讲安怎。啊，搁来就是我咧报名诶时阵吼，因拢会搁走一届，甲你确认。伊讲吼，这是要寄你诶，你爱写正确诶地址。啊，我一开始会写吼，迄个台南市新营区臭头仔路啊，几号安尼。啊，尾来跳出安尼诶时阵吼，我怎啊用月牌号伫臭头仔路后壁，甲写中正路。嘿啊，啊邮局嘛是互我寄。
伊嘛拢无，伊嘛拢无讲安怎。哦，若是要领钱这我就毋知，毋过若是甲身份证共款诶，我就是看量子啊。其实我是先看暗光照啦，就是伫投票迄天，讲投票迄天有淡薄有准，毋过投票迄天其实到我签名为止，我拢是足欢喜诶，因为我就是先看暗光照，伊有成功，因为暗光照伊有成功签8位字，伊是摕囡仔要去转，我就是看暗光照安尼做，我都有准备讲，我嘛要想要试看觅，毋过我都有看到梁子伊有去试，毋过梁子伊无成功。毋过我去诶时阵，我感觉这著是真正是态度诶问题啦，因为共款是迄寡工作人员，毋过因对台语有字即个态度是无共款诶。因为我去诶时阵，我是早因啦，我嘛家己早毕，我著想讲，伊因仔若无爱互我转，我会当签名。我想讲上无我会当两种拢签啦。毋过我是准备讲，先试看觅。毋过我去遐，因是刚开始因咧对身份证甲字诶时阵，伊看字著看足久，伊看无，然后伊著甲我问讲这是啥？我讲这著是台文啊。伊讲台文，我讲嘿，这著是我身份，这著是我台文诶名，著甲身份证顶悬共款。伊就讲是哦，然后伊著去问后壁诶人，甲边诶人讨论，然后伊著去找可能另外一个工作人员来，因著讨论，因著讲，足趣味诶呢，无想着讲名竟然会当有另外一个方法会当写，所以因是甲因讨论了后是讲，囡仔可能无法度转，因为转囡仔，伊讲因遐人可能看无，伊讲无你敢会使签名？我讲我签台文，伊讲会使，你签台文啊。所以因诶态度真的互我感觉讲，毋感觉你会当签台文诶名是一件足趣味诶代志。所以我真的感觉讲，我本来感觉新北是一个足难诶所在，毋过阮即区诶人确实啦，就是阮即区诶人甲来遮拄好，投票遮选举诶人员，因诶态度是足好诶。因签名，伊个会共讲，你看伊安尼签，你看因签迄，这讲是迄个，伊问我讲这是啥，我讲这个白话字，这就是我台语诶名呢。伊就讲，安尼这名签起来佫诚水，佫会共讲，这白话字签起来佫诚水，佫会讲，伊佫有甲问讲，请问迄个公投台语要安怎讲？我甲伊讲，我后壁一个阿伯嘛甲伊讲，著公投啊。所以有即种可能有即种概念诶选举人员无遐尼济，毋过嘛是有。上无我迄天伫我签名诶时阵，我领着票，我选完我佫足欢喜，到迄个时阵啦。伊无问你讲我诶名诶台语要安怎写？无，伊身份证摕出来，我才有法度甲伊讲。嘿啊，我讲伊无嘿啊，伊无未想着讲会用家己问即个问题。伊敢若甲我问讲请问公投要安怎讲？而且因佫咧讨论因为伊咧检查是一个少年人，伊佫讲，你看因佫其实嘛有讲较老一个，还是讲甲我差不多年岁，伊嘛咧讨论，伊拢用一种哇，原来名毋是敢若有汉字通写，佫会当安尼写呢。伊是互我即种感觉，所以因诶态度互我感觉足欢喜诶。真好运拄着即种，有诶拄着较迄落诶。两次都拄着啊！我就是看到两次，我就想讲，其实我要去诶时阵，我是抱着一种我一定会互刁难诶心情，毋过都无。我看两只爱去祭改一下啊，我逐摆拢拄着遐使人使尿诶代志。爱痒痒诶吼。
可能爱去啊。对，人我伫学校，我嘛是迄私立的，我拢签白话字的，伊拢无讲安怎。伊可能想讲，若甲我讲安怎，可能我无爱教，因就害啊。因安怎讲？因为我顶摆啊去银行申请迄落口座我有看到原住民因是有一格是特别讲因会使写因敢若罗马字的名，所以应该表示讲原住民即摆已经会使啊吼，就是用罗马字来写名。可能应该是台语应该嘛会使才对啊。毋过因的迄身份证顶悬敢若嘛是用汉字呢，敢袂使用因的用迄罗马字的拼音啊？因为之前毋是捌讲过，就是即马咱户政事务所的名的显示的方式是无法度用英文的呢。毋是英文啊，罗马字啊。所以即马原住民，因为我是去银行嘿，所以我家己是无啥确定，毋过有看到因是有一个特别空出来就是互原住民，因若是要写罗马字会使听。我感觉这可能爱去问一下，看有熟悉原住民的朋友，就是因的名有改做罗马字拼音的字迄身份证有改过无？因为这我真正毋知。应该爱，若是有拄着原住民朋友会使问一下。若拄着原住民说，你身份证敢袂使借我看者？无惊死。很可能感觉你毋知要创啥。毋过若是咱的名会当直接改做白话字，安尼，就是咱要签名，咱要创啥，因无甲咱调的即个问题讲法啦。即摆明明国家语言发展法就已经有安尼讲啊。我感觉无一定毋免过偌久，咱可能就会当改啊。可能是因为即摆选举，我会当签白话字，所以我就感觉无偌久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啊，就是讲大家敢认为讲即个少年家咧讲台语会加较少，就是讲近20-30岁的少年家啊，咧讲台语的，敢较少。因为我个人自细汉到大汉拄着的，就到童年的农村的讲台语的人嘛介济啊。你若讲干若会晓做甲六条的无准算哦，就是讲会晓对话安尼啊。我是感觉较少呢。我感觉爱看所在，甚至爱看裤啊。这嘛是有可能。今仔日阮一个迄个，今仔日啊，还是前几工，有一个阮遮的毕业生倒来，结果伊迄阵啊拢讲台语哦，结果倒来，我听了就要昏去，我甲伊讲华语啊，伊可能去，我倒来问讲泰隆，伊讲泰隆无讲台语，讲因遐东村诶，就拢讲迄啊，拢讲华语啊。我出去嘛是，咱伫遮咧讲尔，出去瞓觉去用补伊，怎对人讲华语去？讲台语诶，即摆少年仔可能有无济啦。较庄脚吼，较庄脚对，交阿公阿嬷凡细仔也会讲。有诶听有，但是伊讲，我甲问讲，你厝阿公阿嬷讲啥？伊讲台语啊。讲伊也无爱讲，伊讲迄有诶袂晓讲啊，伊就无爱讲啊，就爱哪怪安尼。我感觉这个看裤仔诶款啊，我个人就较毋捌拄过讲较无咧讲台语诶迄款诶。
你若讲一寡少年诶，都较无爱读册迄款诶，伫外口讲男诶，可能较食咧敢讲啊。啊，剩诶你若甲我若较迄个书生面诶，可能可能就较少啊。哦，安尼阿明，嗯，你爱去加交一寡迄款书生面诶朋友呢？对啊，啊无进前亲像因安讲诶，迄那会感觉可能有人就是因为感觉讲台语诶，拢是咧讲歹听话，所以感觉这毋是一个足高尚诶语言，啊毋过这是毋对诶概念嘛，对啊，所以其实嘛无啥物要补充诶啊，就是大家尽量讲啦，因为我相信在座诶各位拢真有气质，真有水准。人拢真好，所以就为咱遮家己安尼传出去，安尼就好啊。啊，其他诶搁讲，其实讲来讲去拢是拢是差不多安尼，最凄惨诶迄款状况。好，以上。就是像阮遮东瓜山伫算庄，嘛算庄骹，厝边啊，其实因拢会晓讲台语哦，就是因拢应该40通岁，拢着40-50啦，就是比我较少年一点。毋过有诶是甲我买差不多啊。我甲讲较早，结果因拢甲我回对面迄甲我讲走。啊，阮隔壁迄个嘛讲走，晓友哦，你爱讲台语，你甲我讲走，嘿啊，就是安尼。好，感谢阿秋。马云再讲。大家好，我是马明吼，真久无来甲大家做伙读册吼，真感谢各位伫读即个台文通信，我嘛才知影讲因为因今年出30年的周刊嘛吼，真歹势我无去买即个纸本的，毋过网络顶悬有，所以我自6月初开始自第一期每一篇拢甲读过，安尼读到今仔日第43期读完啊。所以第一段时间，上面我就讲一开始是读我家己的最近这2个月开始有比较较少年的外少年，未满30岁，所以伫读台文通信的内容内底，这期有一个蔡正良嘛吼，伊是一个博士，也毋过伊当伊看到咱遮的台文前辈所写的遮的台文文章的时，才发觉到家己是一个文盲，当然是用文盲这种华文词来讲嘛，讲一句较实的，讲一句无输啊，就是青眉牛嘛，迄拢免辩解。也毋过真侪会晓讲台语的人，竟然毋知倒位来自信讲，我台语就晓讲的啊！凊彩伫一篇文章叫伊读看卖啊，有袂少人受迄种错误的认知，迄咱是无法度去甲伊安怎。现主是咱伫遮伫读遮台文通信，恐惊的平均的年龄是较侪淡薄啊，可能乌白讲啦，平均年龄超过30岁。也毋过遐较少年，拄则啥物人提起的所问的讲，即摆遮较少年辈敢有伫讲台语？较悲观的就是真正少啦，莫讲完全无。只是现主时大部分。可比讲诶，顶2礼拜我去迄个连锁诶迄种日本餐厅，我着啥物？到底是鲜鱼冻还是服务生？我袂记得啦吼。反正我当我食饭诶时阵，坐我对面隔壁桌诶迄高中，应该高职诶吧？敢若大安啊南港高中，我袂记得。因2个咧开讲诶时阵是原来嘛台语会插1、2句啊，着华语、台语南参讲安尼。上无这是一个咩讲？至少高职生还未20岁、17岁到18岁时阵，因肯甲台语诚做因要使用的一个语言。就敢若较早我伫高中的时阵，我嘛有当时下课时间会含同学南参乌白讲英语，所以至少这是一个开始啦吼。我今仔要起来讲的，就是讲我伫读台文通信的时阵，嘛是有一寡人会对来读所以。迄个未满30岁诶较少年诶人，伊本正嘛是讲，这啥物货？
敢若真好耍哦，来试看卖一个。可能伊本正是敢若要来一两届就要走诶，尾仔才发现讲，我会晓讲，我煞看无恁咧读啥呢？所以伊怎有伊迄个啥，伊诶趣味去互我甲伊醒起来啊！所以即个人伊嘛有招因其他诶朋友，原来是未满30岁诶，所以伊嘛已经来差不多20届啊，甚至几个日啊。等于是讲因有觉醒啊，从今以后袂瘾阁继续做青眉牛。在过去，咱拢互教个恁台语就已经无字啦，你写啥物遐我看拢无啊，你若无爱写我看有诶。伊要黑白讲，我嘛无一法啦。我至少伫我读诶过程当中，有遮诶人，因渐渐会活来。我坦白讲，你向用一旁来甲足侪人，我无法度处理。所以伫阮读诶过程当中，就是大家互相分享，亲像咱即马现主是各位伫遮。咧做种文章读诶，有一寡想法、看法，甚至有一寡历史，因为有可能因为腔口差，有可能因为真正我读毋对去，某面人肯甲我指正，真感谢。安尼咱就是大家互相来安尼学习啦。所以伫即个空间，因为一礼拜一届，坦白讲无够多，所以真歹势，我就无定定来，所以我就怎家己走去 Clubhouse 开，逐工念。现主是今仔日183届所以。反正每一项会使做诶，迄个啥方向啦，也是会使做迄个程度，总是无共。每一项考虑拢无共款。反正至少，咱上无伫即个所在，伫推特内底，你至少一礼拜一届机会，已经算比其他诶人加足侪啊。以上分享，感谢。好，感谢马伟，等落再讲。我听讲马文要演讲。即马讲到第几趴？讲煞。安尼歹势，马文，我无听了你全部的演讲，多谢。后摆才听你讲哦。好，感谢等咯。敢有人要分享诶？我是感觉讲，主持咱台湾差不多60、70岁以上诶人。因诶台语好也无好，是好啊。因就是一个话术点啊。毋过你凊彩等台文诶物件互看，伊敢看有看无啊？安尼你敢会当讲伊诶台语歹？袂当啊，因为伊毋捌学过啊。从我较早拄囡仔较大汉，我嘛捌近2年才有咧学白话字，真正嘛捌学过啊。讲诶标准袂标准，这是一回事啦。毋过就是先会晓讲了后，你来学字，就是咧调你诶发音嘛，就是安尼。以上。好，感谢阿明。好，今仔日时间差不多啦，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读册会，咱读册会逐摆读诶文章，讨论诶意思有啥想法，会使甲你诶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诶网站。欢迎大家甲你诶想法写出来，请用台文写心得。咱即个读册会网站顶面会用你看到相关网站，有台湾小眼甲倒数诶台语册房。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会使咱看影片，咱学台文白话字。若有人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即本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找到会使买网链。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即个读册会，大家晚安，后礼拜阁再来。拜拜，有空再来。